我当作佚佗物啊，算我着恨掉是。婉如啊，你莫安尼讲，你无了解可怜我。可怜？你食我的，用我的，穿我的，伫正人面头前，你甲我帮你理，是你可怜还是我可怜？我甲结婚7、8年啦，佮卡哪讲伊嘛替我生3个囝，啊我哪有迄个面讲，伫我某囝面头前讲我甲你安怎是？那安尼，到底爱有身份，才会规矩咯。你是要创啥？我要甲文生离婚。离婚？我等你，你等甲阿霞讲，条件互伊开。啊，咱当众人面头前垫钱就好啊嘛，硬钱无啊。啊，你若要讲要拆破面，甲无啥切，到时阵我嘛无法度甲你结婚啊。那安尼，你是想要煞煞气心？婉如啊，啊，咱自头讲好势，干那要做伙尔嘛。我毋是，我是真的。因此，同我做伙，敢会较煞阿霞心？啊阿霞嫁互我了后，食苦受委屈，伊一点仔个拢无怨叹啊，这点我有输伊啊。安尼我咧，我拍歹名声，牺牲我的家庭，互你放散，去恁兜，搁互恁囝用石头甲我结，安尼我就无委屈心。啥？用石头甲你结哦？昨我去恁兜找你，伊无伫咧，有志来用石头甲我结。囡仔人较捌代志啦，你莫有袂想好？英子，你袂用放散我，你答应我，你永远袂离开我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妈妈，才先出去，菜给我好我啦。你若早暗暝食饭呢？要紧啦，妈妈是用安尼，才就遮快，赶快先食啊，吼，来，再食吼。你遐写较水咧哦。好。好，冰箱哈。对吧？食饭啦。还是走一走。恁是准备开店？我爱出去查看有店面无？店的代志你免操烦，我家己发落。无啊无啊，你离伫遮你是要倒啦？有姐啊，啊老师教你拢会晓袂？阿爸伫外面无用做生意，你家己爱较认真诶，毋通放东知影无？遐老师有教你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无？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意思是讲大人咧讲话啊，囡仔人若是有听着，嘛要准我无听着，毋通捡起来学。迄是因为囡仔人啊毋捌代志，好歹人分袂清啊。我安尼讲你听有无？婉如阿姨啊，即摆咧甲阿爸斗相共做生意，啊因翁毋甘愿啊，看阿爸咧趁钱，毋则用话来刺伤婉如阿姨。啊，其实婉如阿姨人袂歹，你知无？伊是歹人。囡仔人袂用学袂讲啦，拄则阿爸甲你讲话，你拢袂记啊是？伊欺负妈妈，你嘛欺负妈妈。幼稚，你甲恁爸爸印啥？爸爸讲袂差。你点点？妈妈，爸爸甲我提，讲迄个查某是好人，爸爸袂见笑。你是咧讲啥物？你是咧讲啥物？你讲啥啦？爸爸，你讲我咧趁钱，你讲的我恁爸爸。这箍囡仔个欠跟假死啦，毋则会敢咱五个是大人。愈来愈毋是款。幼稚，幼稚，找免做枕头啦。起来，找那样摕来做枕头啦。妈妈
妈甲你讲，你上大汉，有一寡代志应该互你知影。爸爸虽然做工课有时阵较糊涂，毋过伊足惜你，所以爸爸若是做啥物毋对的代志，你嘛免应喙应舌啊。安尼我无爱甲爸爸好就好啊。哪会无甲爸爸好？安尼我就要甲爸爸讲话啊。袂用你啦，囡仔人袂用安尼，后摆大汉嘛是共款啦。爸仔囝就是爸仔囝，毋通安尼激气，知影无？你是上大汉，要爱做好模样，互弟弟妹妹看。啊，若无，否则爸爸妈妈在气你。妈妈知影你是为我啦，不过还是免甲爸爸安尼应话啊。我甲你拍，想过来嘛足毋甘的。刘志，你会生气无？来笑，乖哈。上乖哈，刘志上乖，该讲的话拢会记哦。工地遐吼，讲要调2台篮仔孔啦，我来处理一下啦。是安怎？你找我有代志哦？无啦，我想要开餐厅，要问看你敢知影有较好店面无？真正决定要开餐厅？是啦，我对你个念要开餐厅，念我囡拢遮大汉啦，佫4个缀人办倒，是真含慢。袂啦，哪会含慢？等恁规家口啊，拢靠你一个查某人伫食清呢，真牛啊啦！王姐，你若安尼啦，我对你得失你哈，看到我的店面压外头就要走。啊，无你敢要做我？哎哟，我哪会敢唔做你啦？我工地4架，拢嘛拄会着你篮仔孔的车。我今仔无聊，我甲你扒过咧。我到是要起诉，啊，毋着叫无讲啊。大头家啊，今仔莫讲店做你啦，你若介意吼，我免钱借你拢无要紧啦。毋是我要用的啦，是阿霞要用的啦。啊好。安尼，就淡薄较为难哦。你拄仔毋是讲甲真阿莎哩？哈，你毋是讲会使免钱互我用？咱阿霞顶世人吼，嘛毋知欠恁翁仔某安尼欠偌济啦。啊，那即嘛哩，英俊啊，互宛如安尼牵你戆戆啊细啦。阿霞为着要叫翁转来呢，才想要来开一间店，想要叫英俊啊，讲规心转来安尼，斗顾店吼，做头家换小贵拢好。结果咧，连租厝也去拄着你啦，叫我咧糟蹋。哎哟，但你若安尼讲啦，我是伫人是咧甲因糟蹋的。啊，你一个听着讲是阿霞要走，伊马上就变面，安尼敢毋是糟蹋？哎呀，我头仔毋是甲你讲过，若是你要爱，我免钱借你拢无要紧。问题是阿霞伊今仔要做生意咧，若要做生意，咱照生意部来行嘛，对无？一个月7000，租金甲押金，咱照步数来啊。是毋是安尼？敢有讲做生意免钱的吼？这敢有道理？啊是有影无影？哎哟，开咧无影啦，啊无我迄张咧打假呢。阿霞甲你冤仇在这当，啊你阁轻租伊？哎哟，我嘛是生意人呢，认钱无认人，有钱通赚，我敢会无爱？大头家啊，啊你若毋相信哦，规气咱来大师遐拍假约，大师费我出嘛，安尼毋就好啊？走，
那呢，我想应该是无问题才对啦。哦，来，哎，来，文生，啊，坐啦。哦，来。啊，恭喜哦，要开店啊咧。无啦，大家斗相共啦。我著听太传讲，你有一间店面真正青，想讲快当分你的福气，多趁一寡钱。阿哈安尼讲是较客气啦。事实上呢，伊听的讲厝是你的，本来无要租呢。啊，你也想的是讲，啊无大家好来好去啦。哦，顺即个时阵啊，看会当冤家变亲家袂？啊无，阮嘛真爱看人的面色呢。太传，这阮爱帮你的福气啦。啊，你趁钱，我看会甜点袂啦。啊，大叔咧等啊，无咱过来签名好无？来，拍开用啊，啊无要拍麻将。嘿，来。这种，哎，这种。哦，差不多啦。应变的吼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是啊，啊若无啥问题，啊无就签的嘛。好啊，来。等下，还是要客哟？安如啊？店要衰了嘛，即嘛买较紧嘞。迄做油汤的吼，做到客哟个，咱的店嘛报销去啊。婉如，人阿下做主家一向上清气想的，这规庄仔人拢嘛知。有清气想，无清气想，我是毋知啦。啊，若要细号做油汤的吼，安尼啦，一个月加1万块，算会好再来讲嘛。啊无恁翁仔某即摆是咧创啥？专工来讲起人的上，一个讲对，一个讲啊价钱讲好啊，即摆再搁反起反倒。要说毋说是在你啊，啊你来嫌伤过贵，啊无你说较俗的嘛。好，无要紧，地球是圆的，大家相拄会着。哦，相拄会着，佫是安怎？安怎大家教看卖啊？处理的我无法度，后抓恁若建筑的时吼，起厝的时需要人仔讲，恁咪再甲你调。我安怎啊？你找啊这什么厝卡啦？说是找啊要骂恁某，你佫计点点嘛？你说厝即就行，明明就是要出来冤家嘛。好啊，我甲你拍死。你看你要安怎做，是在你。是在我吼，你毋通是讲你查某人，我就毋敢安怎咯。啊无你是要安怎？拜托吼，你毋通踮遮甲我冤家吼，我生意要搁做咧吼。歹势啦，太传，咱来找别位就好啦，莫踮遮讲遐代志。生意爱搁做。人讲摇摆无落撇的句，就是讲你啊。等你福气若开完，你就知死哦。歹势啦。大叔啊，歹势吼，惊即件无互你办着，连日再互你办一件较大件嘞。这拜托，谢谢啦。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要大叔办，不爱甲我讲。离婚啊？你莫下心下情好无？无离婚，我也是还佫会当忙你啥货？说一间厝尔尔，你着放我含来冤家，双手摸行前，徛倒边啊，你看老热。我甲你佫会当忙什么货？那安尼你就调讲我歹看面，我是要暗护你啥啦？你安尼着歹看面咯。较早你爬我都众人面头前对你恩恩爱爱，你敢袂想讲我嘛真艰苦？婉如，过去的代志莫搁提起啊，好无？好，你也莫搁向我讲起将来。这恐惊毋是你会当做主的哦。你是要创啊？叫爸倒来处理啊！你敢？我已经打电话去美国啊，爸爸讲伊代志烦恼者，随时就倒来。你最想讲赶快啦！我对你给信心了啦！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无你啊真是要死哦！你啊甲伊个小查某害安尼面要洗一间厝，啊去用糟蹋。太传，
迄店要随唔随，随在人嘛，莫讲安尼啦。安尼随在人诶，这项代志若是恁老爸伫诶吼，冤甲烧台落去哦。啊是你家己走用屁想的咧，你要怪啥人啊？等下咧使啥物性地啊？死好啦！哎，啊你煞你讲我，恁某要开店是为着恁规家口的腹肚呢？啊你做翁的人前无问后无地拢无要插，啊我好意来甲恁斗3工，结果甲阿霞斗阵去互糟蹋转来，啊你煞踮遮你拍拉梁，啊无你啥物东西啊你？太专。啊无效啦，就算讲你开店福顾啊，伊也无啥销路用啦。莫再来甲塞弄下。塞弄啥？我即摆是咧甲你教死。啊！哦。你这个囡仔，你夹出来！你想摕树叶片漂久？哈？你是安怎咧漂久啊？哈？你讲啊！哎，啊囡仔咧算，你是咧家拍安怎的啦？你摕树叶漂人，安尼有做咧算？来，阿姑问你，吼，你是安怎咧漂久啊？你是歹人，莫来阮兜啦。有成，你讲啥？阿妈甲阮教，讲阿姑是歹人。啊囡仔人学袂生话啦，这无拍免哪会用的啦？啊是有成高管，你哪咧拍幼稚啦？啊幼稚无教有成，有成免哪知摕这骗人骗啦？你哪知幼稚有摕树叶片漂人？啊囡仔拢嘛你咧教死啊！我免哪知有去摕这票去骗人无啦？啊这票也是幼稚的啦，我无骂是要骂啥啦？好啊，莫踮囡仔面头前冤家啦，好无？啊，无你也袂变啊这款佚头啦！哎，啊，毋着搁变做我毋对啊？啊，好，算我家无我个人怨，安尼我来走好无？啊，太专。我看我是来转啦。啊，店的代志吼，再搁讲啦，拜托的，恁两个莫踮囡仔面头前安尼好无？喂，上高怪过唔归，不要。恁在咧创啥？教囡仔创啥？有大无细，即摆物件大条，爬到头顶去。我看你是店面洗无成，等下掠囡仔出去才有影。这甲细店啥物地带？做老尾人教家囡仔，敢袂冤枉因晓？无，这安尼是啥物场面？咱叫我这两个金丝刀遮贵啊？这个问恁新妇啊。哇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都囡仔搞怪。哈，倒一个囡仔袂搞怪，教囡仔毋着用讲的。我才出来无偌久尔，你着教囡仔倒遮贵哦？我若出来较久咧，你毋着这两个囡仔煞叫要拍死？来，我两个乖孙呢，去爬起。幼稚啊，阿妈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啊！阿妈伫遮互你靠，恁老母袂对你安怎啦？起来啦！家己做毋对，我会学过。哎呦，最近哪会搞甲安尼啊？教囡仔教到你听规遍的啦！幼稚，知影毋对就好啊。阿妈已经原谅你啊，紧起来，起来甲阿妈讲谢谢。阿妈谢谢。毋免甲阿妈说多谢啦，阿妈疼孙的应该啦。你若听恁老母的话哦，跪三面都还咧跪啊！阿妈无安尼当作无看到啦。来，幼贤来，咱来洗面。哇，燕俊啊，你教囡仔，哪会放了查某人咧出主意啦？你毋着家己教啊！囡仔搞怪是安怎？迄用个啊！无啦，无啥物啦。燕俊。